有地震了，快各位，赶紧收拾东西，离开，到安全的地方，快走！不是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呀？我从石家后回来的。你这小子地摊上的杂志看多了吧？先别闹了，第四，开什么玩笑？打牌！没想到，来不及了！孙子孙女请注意，8点半就要地震了，赶紧离开家，找宽敞的地。地震，这都没影的事儿，人说啥都行。你信我一次，行吗？信我一次。行，信我一次。我把东西收拾啊。那你快点收。别抱我这么紧，别让我脖子。哎呀，这咋还不震？要不你找个针抖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